位伫个柳营大塘尖山边度假村，为了迎接疫情解封以后第一个暑假，同时嘛是国内家庭旅游的旺季，特别推出一系列的亲子宠物暑假系列活动。除了有清水气垫的设施、气垫式乐园，互民众欢喜来耍水。另外，带宠物入园，主人还阁用个免门票。现在比度假村呢，今年呢，暑假期间呢推出气垫式乐园哈。那因为暑假期间很热嘛哈，那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玩水。那我们有一个气垫的一个水池啊，让小朋友呢尽情的在里面去玩耍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在暑假期间呢，针对那个毛小孩，我们也举办了毛小孩的市集。那希望透过那个有养宠物的这些爸爸妈妈呢，可以带着他的宠物呢到园区里面来做尽情的玩耍。那这边带宠物的，我们也有优惠的活动哈。那在官网上我们都有公布出来哈。那希望是说，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暑假期间呢，爸爸妈妈可以带着你的小孩，还有带着你的毛小孩啊，到我们尖山皮度假村来尽情的一个玩耍，欣赏这个湖光水景。度假村引进全新的气垫式乐园，设入10平方公尺的充气戏水池、海盗树屋的水滑梯、加手摇船顶。伫个上午的活动宣传记者会中，大汤公司嘛特别邀请附近新山国小的小朋友提前来体验，每一位小朋友拢参加欢喜甲。就是可以玩水，然后还有一些生态活动，就是可以帮助小朋友在自然界有更多的认识跟学习，还有了解这样子，然后对他们的那个课外活动，就是在这里是可以有很多课外活动的一个吸取的经验跟回忆，很美好的回忆这样子。除了气垫式乐园，另外暑假期间，业者还推出蝴蝶王水陆大冒险的套票，包括门票、游园车、蝴蝶帽的 DIY 教学、加水库的冒险等，专案优惠，每人只要350块。另外，还有毛孩绿市集，只要带宠物入园，主人享有免门票以外，另外同行的民众还佫享有门票半价的优惠。欢迎全家带亲子甲毛小孩做回来佚佗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